大家好，我係 Piers 皮亞斯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美股3分鐘。中意呢個內容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。Home Depot 最近開完投資者大會，講清楚咗未來幾年嘅策略同埋財務指引，可以當係一個好好嘅基礎，方便我哋之後分析佢嘅股票同埋成個行業。佢哋嘅增長故事主要圍繞住3個大方向。第一，鞏固核心業務同公司文化，即係要服務翻好 DIY 同小型工程客戶，提升門店效率，保持住行業最高水準嘅服務同執行力。第二，打造無縫連接嘅購物體驗，即係要加強線上落單、到店自提、送貨上門呢啲服務，令客戶買嘢更順暢。第三，重點贏取專業客戶，好似承建商、維修公司呢類，因為佢哋買嘢量大，而且好抌本，係未來搶佔市場份額嘅主戰場。跟住睇下對2025年嘅指引，可以話係溫和成長，同時盡力守住利潤率，預計總銷售額增長大約3%，但主要增長動力係來自收購返嚟嘅 GMS 業務，而唔係門店自然增長。盈利方面，毛利率保持喺大約33.2%嘅高位，顯示佢定價能力依然強。不過，因為利息支出高，每股盈利預計會比2024年下跌大約5%。公司亦都初步預測咗2026年嘅基準情況，假設成個家居改善市場冇乜增長，佢哋估計自己嘅同店銷售額增長介乎0%到2%，每股盈利增長0%到4%。換句話講，就算行業唔景氣，佢哋都希望靠搶佔市場份額同提升效率嚟實現溫和增長。除咗基準情況，佢哋仲提供咗一個市場復甦情景。如果到時樓市同大型裝修項目需求回暖，佢哋估計總銷售額增長可以達到5%到6%，每股盈利增長更有中高單位數。呢個情景其實俾咗投資者一個清晰框架，去評估如果未來樓市好轉， Home Depot 可以有幾大嘅上升潛力。咁市場點樣睇呢份指引同展望呢？整體情緒可以話係基本面穩健，但前景偏保守。消息出咗之後，股價跌咗1%到2%，反映市場對佢哋2026年嘅基準增長預測有啲失望。不過，而家佢嘅市盈率大約23、24倍，比今年大部分時間略低。市場都係當佢係一隻高質量但增長放緩嘅防守型股票。至於各大證券行點睇，有啲好似 Piper Sandler 同 UBS 咁，仍然維持睇好評級，目標價去到$450左右，認為一旦樓市改善， Home Depot 可以受惠。但亦有好似 Bernstein 咁比較保守，認為而家估值已經反映咗部分復甦預期，要留意行業周期性同執行策略嘅風險。跟住要講一個可能影響行業嘅宏觀因素，就係特朗普嘅物業稅減免政策。如果特朗普上台推動減免物業稅，雖然未必係直接減本地稅，可能係透過提高聯邦稅項扣減上限呢類方法，但都會對兩間公司帶嚟溫和嘅利好，減低持有物業嘅成本，可以幫助穩定樓價，減少業主被逼賣樓嘅情況，同時鼓勵更多中小型嘅裝修工程，刺激 DIY 同專業客戶嘅需求。講開家居零售，就要對比埋美國另一巨頭 Lowe's。截至2025年第3季 ，Home Depot 搶佔咗成個市場大約52%份額，係絕對嘅領導者；而 Lowe's 就大約佔27%，係努力追趕緊嘅挑戰者。咁邊間公司會受惠多啲呢？答案係 Home Depot， 因為佢嘅業務更加側重於專業客戶同大型項目，同樓市相關嘅消費連結得更緊密。研究顯示，稅務減免會部分轉化為更高嘅樓價，間接推動維護同升級嘅開支。呢種由政策帶嚟嘅需求穩定，會更利好 Home Depot 龐大嘅生態系統，包括佢更多嘅門店、更強嘅線上同專業工具，令佢能夠捕捉更多機會。總括嚟講，呢類物業稅減免政策有機會喺未來12到18個月內，為行業帶嚟5%到10%嘅額外銷售增長潛力。而喺呢個可能出現嘅趨勢裏面， Home Depot 憑住其領導地位，預期會係更大嘅受益者。對於想做好倉嘅投資者嚟講，呢個長期趨勢係需要放入觀察清單嘅。多謝你同我皮亞斯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，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聽日見面。